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这个美好的夜晚光临上海一府舞台，和我们共同欣赏由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带来的经典传承四花绽放折子戏专场演出。我是来自东方卫视中心的节目主持人钱云。今天的演出呢，将由我来为大家主持，谢谢大家掌声支持，谢谢。那说到绍兴小百花呢，大家是非常的熟悉了。小百花建团30年来，共出了4位5朵梅花们的拿手好戏，同时呢，也将在这个舞台上真情讲述自己的艺术人生。所以今天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幸福了，太幸运了，真的。那么首先呢，献给大家的就是由吴凤花和陈飞为大家带来的一出《穆桂英锁梁》。穆桂英飒爽英姿，杨宗保傲慢可爱，双枪对垒，情愫暗生。这出戏呢，可以说尽显绍兴小百花文武兼备的艺术特色。那么首先就请大家以格外热烈热情的掌声请出他们，好不好？
小本官总需先礼后兵。此儿死要在场，闪烁，快去就责。是。待莫桂英夸夸侧在阵前为我。众军士有侧在为臣。得礼。小本官，快快与我杀！
将军一定要比，莫会因私当蒙昧，死在别时输了。小将军，我要你留在上城。做什么？难道要我做个塞主不成？不是塞主，还是做过塞主的驸马爷。小将军引我发笑，不孝子女莫归，此言不知从于情，两人携手情当意，自然能成一托子长松风马匆匆，正经八官司令啊令，一口子种在东梁我的府，披肩责在论声佛尊挂帅印，一口子我母就是才去君子，我就是灭亡千岁的徐外甥，你何止月月分转公所部，说了飘出那个故事中风闻，你何止上因子风尘呀，一个一个死人杀他去为你，一口子把后有一群妇女，金钩骑马短短千里后要兵，一口无为民心头里养生花，儿子生官上将有勇三军，一口子捏着手里的杀呀头，那根扫虎棍啊，比你那支梨花枪还要厉10分。堂堂三官金风镜啊，真正也会以为你是那黄陵山奇军的你自绣于青鸾真可名啊！你有什么好笑的？叫你皇日杨宗道，谎言不知地狱高。杨家中言我皆知，且听你姑娘表一表。老太君德高望重，宋不老，杨元帅中流的主正气好。众说为国捐躯传千古，众声声弃官朝，官担朝，把一句不接应付，少妇的丫头妇啊你高。杨家的爷爷奶奶说说声声，姑姑姨姨，一个一个顶起你的龙潭乌鸦，只有你这个杨宗保，地地讨到讨到地地，地地讨到讨到地地，这是一个大龙包。你是我木万要与你彼此交礼。好，小将军一定要比。好，此次小将军牵在长马去。
好，谢谢两位梅花奖获得者，我们请吴凤花、柳布。今天我们对每一位艺术家都有一段简短的采访，掌声献给阿花，好不好？来，阿花，这个话筒给你。今天据说在座的都是花粉啊，是不是？那我觉得除了掌声，是不是应该来点欢呼声和尖叫声，好不好？这才是不过敏的花粉。开个玩笑啊。阿花进入这个绍兴小百花以来，有没有统计过今天是第几次来上海演出？算过没有？应该在座的好多观众，从我和少白一起86年第一次走进上海之后86年，哇，到现在整整30年，30年了，一年少则一次，有时候参加某些节会，我想算起来大概也有数不清桑了，已经有点多。对了，算不清楚就对了，说明啊，阿花和我们上海观众的感情说不清楚，对吧？很深，很深，深深不可测。那么这个30年来，细数你在舞台上塑造了这么多角色啊，我想无论是马龙将军、吴王夫差，还是陆文龙，还是那个小沉香，等等等等，都给人留下了过目难忘的印象。那么在这其中，吴凤花自己最满意、最喜欢的又是哪个角色？我和少白同岁，我和少白一起成长。建团30年来，我觉得应该有3个阶段。前10年应该都是在单位的和外界的老师搀扶之下，一步一步的成长。后10年应该说拄着拐杖，开始尝试着创造角色。最近的10年，应该说我慢慢学会创作一些除了粤剧经典剧目之外的原创粤剧，进行一些有机的探索。你要说最喜欢的角色，没有。没有，这是应该是我的奋斗的目标。我想作为粤剧的老前辈们，他们都有属于自己本流派的代表剧目。我想作为一个从艺30年的中生代的演员来说，也应该慢慢有属于自己的代表作。目前正在努力的寻找，我在积极的创作工作中，希望在以后的从艺道路上，我希望能找到更合适的。同时，我想作为范派的弟子，毫无疑问要把本流派的代表剧目，在合适的机会全学下来，继承下来，也回报我在天上的老祖宗。说的太好了，这就是吴凤花。最满意的角色永远是下一个自己要去挑战的角色。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阿花，好不好？也期待你能够不断的带来精品新作，带给我们上海的观众。我想今天是第一折，舞台是美好的，舞台同样也是遗憾艺术。刚刚那个话筒这些小意外，感谢观众的包容，多谢大家，谢谢。谢谢吴凤花。我们请阿花呢下台去休息片刻，因为待会儿她还有压轴大戏要献给大家。再次掌声热烈送给我们的吴凤花，谢谢你，谢谢。这个吴凤花真的是精益求精啊。那么接下来呢，请在座的各位欣赏的是李慧娘的《诀别》。那么大家知道，李慧娘呢是绍兴小百花的新编剧目，也是吴素英的夺梅大戏。今天晚上呢，吴素英将携手新晋梅花奖获得者、优秀尹派小生张琳，共同为大家演绎这出名剧。掌声响起来！
夜归。小爷，这阵阵晴天。所人所归两朝朝。
英，谢谢张琳。我们请吴素英来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来，掌声。辛苦了，辛苦了。真是让人感慨啊！这个绍兴小百花出来的个个都是偶像派加实力派，我们的吴素英呢就是这么完美的结合。大家看这个扮相这么的俏丽，唱功表演又是这么的一流，难怪大家都爱她，对不对？为您这几句话，谢谢你。没有，这实话实说。大家知道现在吴素英呢是这个绍兴小百花的副团长啊，也是大家长了，是不是？小家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从建团开始到现在，目前有几代演员？到目前为止，我们绍兴小百花已经培养了第6代演员。哟，那么就是6代同堂，对，大家庭。对，我们昨天、今天的演出，我们就是6代演员在一起合作，在一起表演给大家看。太棒了！我们也很想知道啊，平时他们演出啊，大家都是怎么配合的？大家生活当中相处的又是怎么样？我想这个感情啊，是朝朝暮暮相处出来的。那么我们跟这批小演员的之间的感情吧，我觉得是多层面的。在舞台上，在排练场上，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同事关系，战友的感觉。对，战友的感觉，互相配合，互相战斗。那么在练功场上，在教课上面，我们是师生关系。因为有一些小演员需要我们这批原声带的，或者是张琳他们这一批的去辅导，去教他们戏。这是师生关系。那么我们在生活上面，我觉得我们是一种姐妹的之间的感情。那么对更小一些的，我觉得我们有一种母子的感情，或者是母女的感情。那么所以说，就是这种种的感情。凝结在一起，才有了我们少白这样一个6代同堂在一起演出，一起配合，一起刺激的这样一种状态。说得太好了，掌声送上。谢谢。我们听了也很暖心，就是因为我们的大家庭有了这样的凝聚力，我们少白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的成绩。对那么刚才说的是团里，接下来也得说说你自己了，因为大家呢对于舞台上的这个吴素英啊，文武兼备、清新自然的特点呢，已经非常的熟悉了。那么生活当中呢，你又是什么样的呢？平时你有什么样的爱好喜欢做一些什么？能不能跟大家说一说？我觉得我这个人是非常简单的一个人，就是平时吧，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爱好。那么就是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2点一线呐，2点一线。但是我听说你是一位旅游达人，有没有？达人称不上，远远称不上。但是唯一的爱好，我就是喜欢到处看看。什么新鲜的东西，哪怕是最烂的，我也想看一看。就是永远保持一颗少女心就想去看看。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我天生的好奇心。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最难忘的一个地方？去过的。难忘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走的比较远的一个地方就是马尔代夫。马尔代夫，对，那个度假胜地。非常的漂亮，就是你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一种惊艳的感觉。这么远的地方，我特别好奇那儿有没有我们粤剧的知音？有没有？还真有，真的有啊！我在我住的那个4季大酒店里面有一个公关，是我们把酒店也告诉大家。不好意思，是那个湖南过去的一个女同志，长得非常漂亮，是吧？对，她是那边的公关经理吧。然后是她说。知道我会唱粤剧，然后叫我唱一段给他听听，然后我给他唱了一个《官人好比天上月》，他居然哭了。所以我觉得他是遇到乡音了，对，遇到乡音了，所以我也觉得那个很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唱一段粤剧给你听听，是愉悦你的心情，没想到他唱哭了。所以这个不论多远的地方都有我们的粤剧存在，对不对？粤剧不仅好听，也能治乡愁。对，所以也希望我们这些粤剧艺术家能够把粤剧带到更远的地方，让更多的朋友了解这门充满魅力的艺术，好不好？好，我们再次掌声送给吴素英，谢谢你精彩的演出，谢谢。好，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粤剧折子戏女调这么一说，大家都猜出来该谁出场啦？没错，那么这出折子戏呢，也是陈飞夺梅折子戏专场当中最精彩的一出。优艳凄美的唱腔如泣如诉，漫空飞舞的长水袖更是堪称一绝。掌声在哪里？我们请出我们的梅花奖获得者陈飞。
们要怪我这，不要怪我这，这情人就是我的家呀！你们要是怪了我，让我到哪里去啊？当初是你们抢我进门，逼我买笑，我为你们摘下了多少香草宝马，多少黄金白银，害我青春豪情，憔悴伤身。你们不能怪我这，不要怪我这，不要怪我这，不要怪我这，我求求你们，不要怪我这，不要怪我这，宝儿王八，你们亲娘何才？风呼啸，哭一瓢。
好，今天晚上陈飞再次用她精彩的演唱、出神入化的表演征服了我们现场的观众，就让我们的掌声来得更猛烈一些，好不好？你在台上演女调，下面掌声这么热烈，让我想到了好莱坞的一出经典的这个电影叫《人鬼情未了》。今天是陈飞和我们上海的观众情未了，大家说对不对？我们主持人说的真好啊，真的是又一次碰到我们的陈飞了。哎，我很好奇啊，知道你的粉丝呢对你有一个爱称叫娘娘，是不是？啊，为什么要叫陈飞娘娘呢？陈飞你知道吧？我当然知道了啊，为什么呀？因为我呢在好多戏里面呢，都是在舞台上扮演娘娘，然后在平时生活中呢，可能我也跟大家都是我来跟你说好不好？我猜呢，就是因为啊，陈飞不管是台上还是台下，都有一种女王范儿啊。那没有，谢谢，给娘娘请安。谢谢。这个是说笑了，下面我们来说点认真的。女调呢是你这个夺梅折子戏当中最精彩的一出，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出戏的亮点，它的难点在哪里？我想这个戏的难点和亮点可能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有它的难点，才有它的亮点。我说一个难点，首先，刚才把我那个吊在空中的那个威亚啊，这个呢，平时我们在拍电影也好，在其他的一些威亚呢，它都是保护措施呢都是非常足的做的，就是像它是整个件衣服套在人的身上。对。那因为如果说我要套在身上的话，那我就后面的戏我就来不及，就做不了，我要下场，然后再到台上再出来。那因为是我这个是完全要靠我自己平衡、自己控制。如果说稍有闪失，那就非常的危险。其实我每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们的团长，我们陈团长，我们所有的演职人员都会非常的紧张的站在那个台侧，都在看别上去了，别上去了，都是非常紧张，都是捏着一把汗，对不对？就怕万一有个闪失。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自己也肯定是给自己暗暗的在鼓气：你陈飞，你一定要淡定，你一定要淡定，你是娘娘，你要淡定。然后我就抓着那个钢丝索，心里就是给他气沉下来，千万不要紧张，千万不要紧张。而且我还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我每次演这个戏的时候，我一定要。我想除了有老天在保佑你，还有你平时下的这些苦功，没有这些苦功心血和汗水，也不会有舞台上的大放异彩。大家说对不对？啊，真的很不容易。所以女调能够夺得梅花奖，我觉得含金量特别特别的高。谢谢。那么其实今天看到陈飞呢，我们也自然而然想到了你的恩师傅全香老师。听说你最近也去看望了老师，老师近况怎么样？老师近况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老师躺在病床上都已经10年了，才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敬佩我的老师，因为他在意志，对他这种对生命的那个顽强，那种执着的那种一种精神，真的是在无时无刻的都在感动着我，因为我作为一个复排的学生，我觉得我们在舞台上呢，也是要有这么一个敢拼、敢坚持，是要非常自信的站在这个舞台上，必须要有一个精神在那里。那因为老师也有一句名言，对，就是坎坷前面是美景。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你的指路的明灯。对，就像排这个女调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老师身体还是健康的时候，他对我这个戏的要求也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这个女调这个戏，它不光是根据少剧只有一段短短的几句唱词，我们把它那个组成了一个独角戏。那么这其中呢有我们舞台上的多方面的一些多个部门的一些通力的那个协作，导演的那些思路，然后是我觉得就是女调这个戏它是传统的，又是时尚的，又是现代的，这个呢也可以说是亮点。还有一个我觉得在专场演出的时候也好，像今天晚上的这个演出，其实是
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体力跟毅力的。我现在离你这么近，我看到全身都湿透了，真不容易。所以老师说的坎坷前面是美景，永远是我们前进的这个动力，对，是不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不是也请这个你代为转达我们所有观众朋友对这个父老的这个问候，好不好？希望他能够好好的这个保养身体。是，在这里呢，我也要感谢我们上海的观众对我们绍兴小百花呢是一如既往的关注，一如既往的爱护。我也希望呢，就是在今后我们绍兴小百花在一路要对我们继续扶持，继续的关注，因为我们现在绍兴小百花从我们原生代的演员开始，现在我们已经到第6代的演员了。对，6代。我希望就是我们小花们能够得到我们上海观众的支持和帮助，谢谢你们。好的，谢谢。请娘娘放心，我们上海的观众一定会一如既往的支持你们的，对不对？好，谢谢。我们一定会一如既往的努力，争取在舞台上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向大家汇报。谢谢陈飞啊！这么重量的级的这个一场戏演下来，你看心不跳气不喘的啊，可见功力啊。好。说到这个《义前太守》这出戏呢，是绍兴小百花新创作的一个经典剧目之一，也是我们优秀尹派小生张琳的夺眉剧目。那么今天晚上呢，张琳将协同2位国家1级演员于伟平、潘琴，还有青年优秀的越剧演员陈文婷，共同为大家带来其中的斗酒一场，掌声欢迎他们。安排好了吗？安排停当。进吧。去京城的孙子能正式起航吗？大人放心，一切按计划进行。刘处，请来了吗？归去太岁，雷大人到。大人，果然来了。好你个简中棍，问我言是应是。有数，夸有请。是，有请。
将军，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大人，好酒岂能无佳人？本品承劳，本品承。好一个本品承劳，本品承。此次沈将军，请。大人啊，滚人滚场又来又往，你何必本着脸从不通用呢？将军的意思是，有酒一起喝，有事一起做。你说说，什么事能一起做？老百姓痛啊的事流通，我可不管做啊！哎呀，大人啊，有些老百姓一丁点事情不满意，就骂声连天，这些话是不能听的。流通我想听，也听不到。规矩的路我不错，街舞的水我也不吱声啊！你说说，哪些话该听，哪些路好走啊？太岁大人，你可不能一个人在山里走夜路啊！
我倒是宁愿一个人走夜路，也不想和윤先生一起做官司。走夜路，天作为两地，做官司却路一条。什么意思？沈将军不明白吗？你去了江道城，难道不给去？哎，那些刁民都是亡命之徒，官府辛辛苦苦为他们把盐田开垦为良田，他们却连肤色都不交，这笔账是算不清楚的。是一笔糊涂账，糊涂账，糊涂账，糊涂不糊涂？沈将军的心里最明白。今日是我身上不谈这些，放手，放手！来来来，饮酒，饮酒！来，快快快，在一起里大手，敬酒！那是见一场闹闹的欢平平，堂堂
莫非他想把我拖回去不成啊？我还要大人，你不能在家中外事。糟了，他真的这层难你了。你说怎么怕？我没有罪，到酒。你看，来人，就请大人自在这里，明天一早我送过去。哎呀，沈将军，你还是送他人为父吧，要不然少夫人死后到此，当然都为父，我可担得不起呀！好吧，将太岁送为父亲。大人，我们委屈了。好酒，好酒，好酒，多谢沈将军。大人啊，那得让你船就要起下来，你怎么能把他放走了？少根筋啊，真的在了。哦，我会亲自到刘府盯着他，你这棍神风去好。我这里一封亲笔信，你一定要亲手交接，两句过去。哦，两记过去，大人放弃，来，去往太岁府。好，我们掌声有请张琳。太棒了，张琳。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张琳，应该是在粤女争锋的比赛现场，对不对06年。对，大家都记得06年，张琳是夺得了第1届粤女争锋的金奖。当时我就有个预感，这个小姑娘太不简单了，以后呢一定是前途无量。所以10年之后，当她得到梅花奖的消息传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并不意外，因为我知道天道酬勤，这个奖迟早是你的。我们再次把掌声表示祝贺一下，送给张琳，好不好？谢谢大家。大家知道啊，这个粤剧舞台上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是最多的。对。那么像表现这么一位清正爱民的清官形象的戏，少之又少。对，对不对？所以你又是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塑造这个刘宠这个角色的呢？一钱太守呢，是我们新编的原创廉政戏，它不同于一般的粤剧，就是才子佳人戏，对，它的难度比较大，没有什么可以借鉴，对吧？对，我想刘冲，他有着就是普通人的情感和生活，他也是一个人。首先是这么去理解他的，其次他是一名官员，他肩负着朝廷的重任和百姓的扶持，他是把老百姓当作自己亲人一样看待的。前阵子好像在热播那个《人民的名义》，其实他讲述的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而深刻的道理，就是把人民的利益、百姓的扶持放在首位，这样才能够打动观众，就是比较真实。哎呀，我觉得这个10年啊，就不是当年的这个小张琳了。从他这一番话来看，在艺术上已经非常非常的成熟了。我们再次把掌声献给他，好不好？谢谢。那么我们也特别想分享一下你的得奖的这个喜悦的心情，当时特别激动兴奋，对不对？当时我捧着这个梅花奖的盘子的时候，我就觉得它非常的沉甸甸的，也很神圣。对，生怕它一不小心
摔倒，因为它没有任何包装，就只有一个盘子。它凝聚了我们绍兴小百花全团上下所有人的心血。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绍兴小百花就是全力以赴、团结拼搏的成果。说得太好了，是的。那么也非常的感恩，就是生活在我们少百这么温暖的大家庭。对，我想有了这样的大家庭，我们每一个青年演员都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都要非常珍惜。对，那么我们也希望知道接下来我们张琳在艺术上还有什么样新的打算计划？能不能透露一下？我想梅花奖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这份荣誉赋予我的责任和担当。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它代表的就是曾经的努力，象征着就是新的起点。我想啊，就是在以后的日子里，认认真真的演好每一个角色，然后踏踏实实的塑造好每一个人物，用心用情演好每一场戏，然后呢，可以多出一些好的优秀的作品来回报观众。不负越剧，不负心。哎呀，说得太好了！在这儿我们也再次用热烈掌声，祝我们的张琳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取得更大的进步，好不好？谢谢，掌声欢送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张琳。不知不觉呢，我们即将迎来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戏了。最后呢，我们将再度请出梅花奖获得者吴凤花和吴素英联袂登台，为大家献上陆文龙中的《归宋一者》。那么陆文龙呢，大家知道也是吴凤花首次夺得梅花奖的剧目。我们掌声有请两位梅花奖获得者。怎不想见马不离我家境清早，做那肉分肉，死要祭祀，死要祭祀。我也想，怎不想见马不离我家境清早，做那肉分肉，死要祭祀，死要祭祀。我也想，怎不想见马不离我家境清早，做那肉分肉，死要祭祀，死要祭祀。
西城里，请你扶肩头心上，今日里兵戎相见似仇家，从此一定难相见，再相逢是非是转长你是来抓我的，我不但是来抓你的，我还是来报仇的。你是来报仇的，我要报杀父之仇，杀父之仇。陆文龙，想当年你不准安置，我跟人有情对，你不曾让我放弃我中间心血，可悲我曾相思，而今女儿报复仇。你想怎样？我要为道送命，为大故乡。父王岂可轻放于你？
结发月夜，心不诚，相映映，家别在苏州长。风雨
以我父子给他。现在，孩儿一折子戏专场演出已经接近了尾声，让我们全场再次响起持久而热烈的掌声，献给舞台上所有的艺术家、演员们，谢谢他们的精彩演出。谢谢，谢谢。在这儿，我们也衷心的祝愿绍兴小百花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多排好戏，推出新人，来回报一直以来关心、支持和厚爱小百花的上海的观众朋友，好不好？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和观看，朋友们，祝各位晚安。谢谢。
谢谢大家。